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面对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有关民众设施的规划嘛成为重要课题。其中议员蔡委会提案，关市合并以后，民众设施的收费甲回馈标准拢无一致，认为是一市两制，要求检讨。议员蔡会表示，依照即马公立民众设施使用收费标准当中，伫南区民德顶10个里，实际连续4个月以上，得当免收规费。不过新营甲柳营的宾馆却只有在地迄里，而且嘛只有减收50%的优惠。所以上午伫议会民政委员会提案，认为关市合并以后，这款收费的标准甲回馈办法各有差别，根本是一市两制。殡葬所，但原先台南市政府它跟原先的台南县是不一致。原先台南县又有7乡镇市公所，那设置标准都一致不一致性，那导致原先的台南县的一些区民就会反映，为什么原先的台南市的待遇福利会比原先的台南县好？那我认为我们是民政局现在已经是合并了，那应该要彻底的检讨各种制度、各种扰民的设施对居民的补贴，还是一些福利要全市一致性。安尼咱特别感觉我们是2等的居民哈。那我们今天有提一个案，我们也希望市政府能够从善如流，好好的检讨。面对这款民众设施的适应范围甲回馈办法无统一的规范，局长表示是负一定的建议办理。当年就是原来台南县市发分制的时候，台南市的部分它有定的收费的标准，然后台南县的部分呢，那时候是乡镇，都是由乡镇代表会来订立这个标准。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应该。我们县市已经合并了，那个标准应该统一化。当然，我们也会针对于它那个影响的程度啦，还有以后那个就要回馈给地方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做统一的，再来一个原理来一个改善。议员排到新营甲柳营当地民众的真情意见，要求市府检讨，嘛是避免有立定市民的民怨。但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台湾少子化问题严重，各县市拢定出生育补助，鼓励父母生养后一代。不过，根据了解，目前台南市的生育补助力度上低，出生率嘛是力度上少，所以议会临时会属议员提案，建请市府提高现有补助。台南市目前的生育补助第一梯只发6000块，不只是力度上低，伫全台湾嘛是排尾仔名。对此，在地议员伫总日顺拢曾经向市长吴伟提建言，希望提高补助甲育儿津贴，互民众愿意加生，减少国家危机。对此，议员蔡辉上午嘛正式伫民政委员会提案，特别伫中央已经提高补助，在地议员嘛支持台南市加码。要安怎互咱台南市会当有特别的所在？另外，我伫咧顶一个会期我嘛有提出吼。咱伫咧第4胎、第5胎的时阵，你较要变成比较高额的奖金哦，也希望民政局长这带回去讨论。第4胎、第5胎，不是每个人，或者是刚好像我们陈家栋议员哦，当安尼来高生育率，他连第1胎都不愿意生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把后边来平均往前挪，让大家先优先生第1胎哦？这个局长要带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他的经济上没办法负担？这个经济上没有办法负担，不是只有生的那一年，而是后续的教育的部分，甚至住宅居住的部分。所以这个真的是从长考量。当然，很显然的，大家可能想说，真的是有要去鼓励那个，为了什么特定的原因要去鼓励这个生产，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种政策还是要考量到它的有效性，它的效率在什么地方。我感觉起来，讲叫咱台南市今年讲嘛一直在减嘛那是不是人家安尼讲咱台南市差少济，迄有一个表我带咱台南市来讲当然咱是建议尔啦
咱希望市政嘛，司法微调一下。虽然生育补助不是法定故事，不过民政局甲社会局拢表示，会参考议会甲国家意见来建议，以减轻父母负担，提升国家竞争力。但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但是咧，并观光的同时，嘛会兼顾民众行车动线甲停车空间等旅游的品质。所以，市府观光旅局今年就整合现有观光公车，规出6大主题游亭，让游客透过大众运输来台南佚佗。为了推广单次营销观光甲特色旅游，嘛撇免参照山上水稻博物馆等侪热门景点。每到假日，就制作5000人次的人潮，造成严重的塞车问题。所以，市长黄伟哲伫观光旅局的规划，今年推出6大主题游亭，包括88、99等观光公车甲巴士等侪路线整合，互市长读起来，家己讲参照的报名牌。三博线。还有88，还有993条路线。其实除了398之外，我们还有这个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的61线，还有西拉雅风景区管理处的33线。所以33、33、61、88、993，这是名牌吗？也不是但是却是我们这个不是这个六合彩的名牌，但是却是我们观光公车的名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观光公车都承载了许许多多好朋友，能够到我们各大景点，很轻松的，不必自己开车，不必找停车位，不必跟人家塞车，这很好，很方便的一个交通观光路线。记者会中，观光旅局长马进一步表示，这6大主题示范游艇，不管是上山团、美食团，还是海陆双拼的小旅行，民众只要报名观光公车来游览，也有创意的防疫包要来销售。这一次，你只要有购买我们的行程，就会有的一个防疫便利包哦。那当然，这个帆布在台南很有名哦，我们就做成了一整包的一个计划哦，包含说这个。大家都知道手机现在已经是离不开的一个小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手机的一个钥匙圈置放架。那同时呢，还有像这个大家到哪里都要洗手，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肥皂盒你可以有一个最环保的一个利用。那当然放口罩的一个盒子，这也是时下现在最方便最流行的，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一个我们这一个减碳低碳的小旅行的一个台湾好行的巴士398 Go Green。伫市长、局长等各界贵宾的见证，第一团3月15号就将开卖，2个人一天旅游，报名费1000块有走，欢游客做伙来体验台南用寄托运输新的生活。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今年的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将伫5月登场。今年由成大来主办，嘛拄好是该校90年校庆，同时嘛是国内今年第一场大型的运动比赛。所以成大嘛推出科技防疫3部曲，要打造安心运动的智慧城市。大学当中的运动盛会，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110年的赛事将要伫5月14号到18号伫台南的成功大学来举办。这场赛事除了是台南暌违40年举办以外，也拄好是成功大学90周年的校庆，加上是今年首度举办的大型运动赛事，为了让选手会使放心来参与，成功大学也将运用上新的科技甲技术，以3个方面：预防、测量、追踪，完整记录选手甲教练等人员的体温甲身体状况。成大病院也将会做全方面的支援。他有可能参加3个比赛或者3个馆所，那他的每一个地方都会记录下来。这个选手的部分非常清楚，领队教练是一样的原则。刚刚市长也问了，如果到了这个地方发现温度偏高，那到底是因为你热身完的温度偏高，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我们因为有前面的资料了，我们就可以快速厘清他到底是走需要立即采样还是不需要的。哈，我觉得这风险极低，观众也非常清楚。室外的场域，大家循台南市一般所规范大家的聚会跟聚集的这个场所。室内馆场我们只接受，如果是可以观众进去的话，我们只接受有身份证刷卡的。
好，那而且人数有上限。对，人数有上限。那因为我们旁边还有现场人员，如果人数已经到了上限就不能进去了，或者你没有身份证也绝对不行。因为那个会增加我们作业的这个压力，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清楚。那我们医院全部配置相关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资源跟厘清系统，那也希望让大家放心在台南移动，那也让台南安心说这些人次来对台南是好的，那我们全部都能够具备好。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参与宣传记者会，市长强调，安尼的大型赛事，除了是成大甲协办学校的大事以外，也是台南的大事，所以市府会全力来相挺。我们台南已经很久没有举办大型运动赛事了，所以这次我们是怀着盥洗式的精神来配合成大来举办这次的全国大专运动会。那也吸取了许多举办大型赛事的经验，这点我们是非常非常感谢的。那我想说，这不仅是成大的事情，也不仅是全台南地区的大专院校的事情，这是全台南市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一定会全力来配合，不管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这点我们会尽其所能来做。因为我想1万多个选手，3000多个裁判领队，这些都是许多提供很大的机会来认识台南，来体会台南、体验台南的机会。因此，我们会全力来协助举办这次的全国大专运动会。所以说5月14到18，成功大学见。为了向全台湾来宣传，成功大学也将会举办环台的圣火路跑，透过路跑，让更较侪人知影全大运的消息，让喜爱运动赛事的民众会使伫5月14号到18号来台南欣赏精彩的赛事。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美术馆将伫年底定场的奈良美智展览，后民众拢相当期待。这对着新上任的馆长林玉纯来讲，嘛是重要的挑战。加上台南迎接建成400年，美术馆如何投入相关的规划，拢互外界相当关心。台南市美术馆对启用到现在，持续去喜爱艺术的民众前往参观，加上各种的展览，甲充满特色的外观，也成为南台湾重要的艺文空间之一。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台湾艺术的发展，新上任的馆长林玉纯也规划将台湾艺术历史当中的重要人物规划相关的展览，让民众会使熟悉这个台湾第一。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比较是美术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擘画。那台南美术馆呢，在面对台湾美术史的一个就是重整或者是在深入研究的状态之下，我们都是会有一些主轴，比如说是台湾美术史上的第一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会把它请到台南来比如之前我们做过那个郭雪湖的那个新来收宅的展览，那就是我们台湾美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匠人级变成大师的艺术家哈，那也是生命历程非常长。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年就是会有廖修平老师，他是版画第一人哈，那也是在台湾美术史上教育英才非常重要的人物。同时，迎接台南建成400年，美术馆也将会以过去台湾发展的历史，以海洋甲岛屿为主题，规划相关的展览，用艺术来看到历史。我想我们从现在就会开始处理台南这400年的历史的脉络，所以也许我们年底我们已经开始在筹划研究这个台湾这块土地呢，在台南以台南为中心来放眼台湾的这一个400年，那就会有跟荷兰或者是西班牙以海洋跟岛屿为中心的一个策展的方向，那是一个馆内的同仁的研究能量的一个就是要累积，那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这一个议题。那以今年为开始，那我们会持续一直这样的一个方向哈，然后岛屿啊、南方啊，跟整个的就跟世界的接轨这样的一个议题，然后会跟其他的学界我一定会跟善于运用我跟学界的资源，然后找很多相关的老师长，还有就是研究者还有我们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来好好的把这个问题来把它厘清，或者是让它更丰富哈。除了本土艺术家的展览，将要伫年底登场的奈良美智特展，馆长也强调，将要让台南成为上特别的一站。同时，美术馆也会运用研究中心来对台湾各项的艺术品来做研究，提供未来延伸来做运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由台南北区公所提案的阿嬷哩看市集，伫原美国学校的所在地举行，会中邀请青农、创业青年甲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特别是现场布置成古早拍叉场，除了互民众回到囡仔时阵的记忆，也要互者有更较多元的利用。台南地方创新是市长上任以来积极办理的重要工作。由北区公所所提阿嬷年刊市集，13号下午伫个原台南美国学校来登场，邀请侪地方创新的伙伴、创业的青年甲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由宝仁国小合唱团来揭开序幕，接续由北区区长李煌新邀请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贵宾共同来揭幕。请揭幕！阿嬷你看市集，我们现场的朋友一个热情的掌声。北区区长李煌新表示，号名阿嬷年刊的市集，主要是来自美国学校 American 的谐音，希望达成城乡做伙、青年甲老人共创的地方创新的愿望。而市长嘛表示，虽然号名有较老气，不过这嘛是少年一代岁月的愿望。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工程，除了这里之外，也包含着我们的长隆路、开元路的人行步道的整修。那新增了2条人行步道，就是我们现在左侧开南街的这个人行步道，还有我们现在计划道路上面的人行步道。那这个部分，咱感谢邱丽丽议员伊斗3工，那透过咱的都发局甲咱的内政部来争取到600万，佮市长佮ทั150万落去拢总750万来完成着今仔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完成了后，咱毋望讲这个遮就变做咱少年人会使伫个遮逐梦，延伸咱老大人的记忆的这个所在。阿嬷，你看市集，虽然名字很老气，但是事实上内容却很鲜活、很活泼、很年轻。尤其这个市集找回到我们年轻一代对过去过往流光岁月的一个想望。那今天的市集不像传统的夜市摊贩，事实上是非常具有创意，而且非常具有这个地方特色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创生的模式，我们希望说能够在台南市的其他各区都能够一直展开。我们希望说开创一个新的市集，而不是每次让人家觉得那种传统的夜市啦，那种总是脏乱跟嘈杂。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许多文创活动、很多艺文活动在那边展开，配合着市集的活动，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透过中央甲地方的做伙，阿嬷年刊的市集是为伫个振兴公园甲原美国学校历代之间的一条计划道路，后来作为人行空间的改造。活动空间嘛布置成阿嬷的晒衣场，互民众回忆囡仔时代阿嬷拍衫的情景。现场嘛有数十担的青年摊位，无论是草地耍汤圆、野餐，互原美国学校的古迹更加多元来呈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中世宗亲总会理干事大会今年特别选到台南举办，会中大家除了互相联络感情，也要宣扬先辈精神，重面是闹热滚滚。台湾中世宗亲总会12号来到台南召开理干事大会，来自全国各县市中世宗亲以团圆的心境，万分欢喜，互相联络感情。你为什么会选定来到台南举办理干事会？台湾中世宗亲总会理事长钟启雄表示：“我们总会就是全台湾省目前有9个分会因为台南这么久来一直都没有一个分会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拜托我们那个台南的宗亲能够来把我们台南这个会弄成功所以我们选择今天开理监事会，全国理监事会。”来到我们台南这里开，那我们觉得很高兴，因为台南这边的乡亲而且宗亲大家都很热情很有意愿还有我们的主任委员张慧芳他是很乐意来当这个理事长，我是很高兴。在全台湾台南这个张氏宗亲总会听说筹备了非常多年，一直都没有办法成立。在今年呢，我们终于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呢，我们打算在7月成立我们大台南张氏宗亲总会。那大家都非常期待，今天也很高兴呢，来自全台湾呢所有的张氏宗亲会以及张廖简宗亲会一起来这里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和拜会，也鼓励，实际上是鼓励我们，然后希望我们在这个筹备的会议里面能够更顺利，所以大家期待我们台湾在台南就有了张氏宗亲会总会的成立。台南市中视宗亲总会筹备主委钟惠芳表示，台南中视宗亲会预计在7月召开成立大会，届时会邀请台南市长黄伟哲、前监察院长张博雅以及真侪政商各界优秀的中家人共享盛举，也欢迎台南市中视的朋友做伙加入中视宗亲会这个大家庭。台湾张氏宗亲总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英国卫生福利部4天来针对国民喙齿健康的统计，虽然其中7岁囡仔有蛀齿比例降低了15%，不过实际接受治疗却只有3成。所以，吉米核中心特别成立儿童齿科，希望专心照顾这群囡仔。一般小朋友的乳齿虽然只有5天至10天的寿命，不过无照顾好，恐惊会影响未来数十天恒牙齿列加颚骨的稳定加健康。因此，吉米医学中心依照专人照护的概念，成立儿童齿科，希望提升儿童口腔的照护。乳牙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占了多长的时间呢？我们印象当中，小朋友可能差不多半岁，或者7、8个月开始画喙齿嘛，那画喙齿当时的话呢，印象中是觉得好像大班有些人就开始掉门牙，小1的时候会掉一些前面的牙齿，但是真的要把整套乳牙20颗全部换完的时间点，大部分都会落在6年级，12岁，慢的人还有到国1都还没掉完的牙齿。那在这段期间当中，其实孩子生长的精华时段，整个国小阶段啊，包含整个幼稚园，他每天的营养、讲话、发音、构音，咀嚼、吞咽，跟人家交朋友也要微笑嘛，那这个过程当中，乳牙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那如果你说我觉得5岁的时候看到蛀牙，你就想着，这个8年后会掉，我就不管了。如果有一个执政者说8年后要政党轮替，都不关我的事了，你怎么可能会投给他？所以我们是希望孩子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他的乳牙。乳牙如果顾不好，比较轻的话是顶多蛀个牙，然后发炎、疼痛，有时候普朗化脓都还好。但是很少数的 case 比较严重的情节是，它可能会往头颅骨、往头颈部去感染，变成一些像蜂窝性组织炎。那甚至就会比较有到甚至要住院比较危及生命的情况。吉米病院儿童齿科强调，宝贝囡仔的乳牙，除了提供囡仔适当的治疗选择，包括蛀齿的预防、治疗、到外伤的处理，甚至混合齿列空间的维持，加早期的矫正配合。另外，在行为管理方面，嘛以增加正面的态度，减少囡仔惊就医的困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18度到25度，落雨几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介绍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